大家好，我係6B 班陳奕謙，以下是我要分享嘅故事內容。事發當日，一位老婆婆被從高空掉下來嘅玩具擊中頭部，手撳住受傷嘅頭部。她坐在地上，表現出很痛苦嘅表情。旁邊一位女學生上前安慰她，喺佢後邊嘅男士幫佢哋打電話報警求助。街上嘅路人指罵着樓上嘅住戶高空擲物引致他人受傷。呢個時候，樓上那兩名小朋友站在窗旁觀看着樓下嘅情況，他們表現得很慌張很內疚，相信是他們把玩具掉下來的。過了一陣，兩名警察趕到現場了解情況，然後幫老婆婆支援救護車，把老婆婆送到醫院治療。最後，我認為那兩名小朋友做得不對的，因為高空擲物會引致他人受傷甚至死亡。我嘅故事分享完畢，謝謝大家。